大家好，我係法庭真相嘅主播子晴，歡迎大家收睇一周法庭新聞。呢周法庭重點新聞有：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屢次被揭發喺撰寫案件判詞時涉及抄襲，惹司法界和社會批評。日前被中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提早退休，7月底生效。另外，伊利沙伯醫院一名前副顧問醫生喺2015年嘅5年內濫用職權，用家人及傭工嘅虛構診症記錄，處方逾千瓶受管制咳藥水挪為己用。日前被區院判處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被告案發後辭職，結束喺公立醫院累計22年嘅工作。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近年屢次被揭發喺撰寫判詞時涉及司法抄襲，引發社會各界對司法公正嘅強烈關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日前發表嚴正聲明，指出陳官雖曾遭嚴厲譴責，但其後仍然存在司法抄襲情況，其行為已削弱公眾對佢履行職責能力嘅信心。張舉能證實已正式要求陳家信提早退休，並獲其提交申請及批准，於今年7月31日起生效。陳家信喺退休前一日午間外出午膳時，被問及對退休嘅感受，佢只話就呢件事我唔會有任何評論。國安處於2025年喺新蒲崗一工廠大廈搗破疑似軍事非法操練場所，當中5名年齡介乎20至25歲嘅涉案男子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及管有爆炸品等4項罪名。案件日前喺區域法院再提訊，因為其中一名被告另被指在手機儲有兒童色情物品而被控相關控罪。法官陳廣慈關於案件性質與本案不同，是否應該分案審理？律政司表示需時考慮，法庭遂將案押後至10月8日再訊。押後期間，5名被告需繼續還押。藍保安接收住戶交來走失嘅貓咪後，覺得好麻煩，唔知點處理，直接用垃圾袋裝起貓兒丟入垃圾桶。貓主尋貓數日，得知時垃圾桶已被清空，愛貓生死未卜。62歲藍保安早前承認殘酷對待動物罪，日前於觀塘裁判法院接受判刑。裁判官推斷貓兒已被長埋堆填區，明言被告無端奪去貓命，案情嚴重，法庭唔會容忍如此殘忍行為，判被告即時監禁4個月。伊利沙伯醫院一名前副顧問醫生於2015年起嘅5年內濫用職權，用家人及傭工嘅虛構診症記錄，處方逾千瓶咳藥水等受管制藥物，並要求病人退還過量藥物，並挪為己用。佢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2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日前於區域法院被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被告已辭去喺公院22年嘅工作。區域法院法官判刑時指，接納被告自小受精神問題困擾，仍能醫科畢業。撇除今次不當行為，佢仍係一名好醫生，可惜因本案而要辭職，遂俾佢一次機會，希望佢能夠用專業知識回饋社會，彌補過錯。呢周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多謝收睇，我哋下周再會。